恁着阿罗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在。这时，咱做阵内面圣诗，圣诗第57首，愿大家阿罗上帝。圣诗第57首，愿大家阿罗上帝。愿大家阿罗上帝，伊是阮得到万世，伊能力常常发现，到永永远远改变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。愿以色列国。伊的慈爱永远伫咧。愿阿伦的家国。伊的慈爱永远伫咧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国。伊的慈爱永远伫咧。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。耶和华就应我，做我的有耶和华甲我伫咧，我就无惊。就甲我开伊的门。这是耶和华的门。我袂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起来的石，以前已经行做厝角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。耶和华，但求你真
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主你做伴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。圣会独一的第一是主耶稣基督，对主真道来建立，设立永远天国。对天降临赎回伊，最主圣洁新娘，用血用爱来买伊，退死伫地上。请咱做伙起立来敬拜。因为你无犯的疼，但满满恩典，因带阮诚侪你所拣选宝贵的兄弟。因为主你十字架的救赎，互阮会当踮伫你的内面，享受主所赏赐的平安甲生的活命。愿在每一时刻，主你应允甲阮美丽。
利用主爱的圣手，时时夜早保护阮，成就阮头前的路。主，你是全地的主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诚做阮至好的朋友，担当阮所有的罪恶甲烦恼。咸拄菜一时伫阮的中间，生命中有拄着艰苦跨越的时，咸拄菜伫阮的中间有病痛、软弱甲身体、心灵无平安。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的大气力，大来充满伫阮。主，阮真实需要你，阮的教会需要你，求主帮助阮。伫阮的工作、家庭、学生、事工的计划中，每一步有够命的气力甲稳定，向头前的目标勇敢向前行。一时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、城市甲所疼的人来祈祷。愿主的真光充满伫每一个需要你的所在。愿主的公义甲怜悯充满伫台湾经济、家庭的发盼的中间。求主来祝福电牧师于那日分享的信息，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。感谢主，这时听阮同心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求。